董奖，没错吗？没错没错，我非常的确定。很漂亮，是董奖。摸摸小蜜。彤彤姐姐来了。嘿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你今天看起来董奖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而且你今天穿的衣服也董奖哦。哇，谢谢你，我也好喜欢这套衣服哦。彤彤姐姐，你的，不对哦，我觉得你们俩怪怪的。你们黑不黑？什么黑不黑啊？我说黑不黑是指是不是的意思。不是，你的衣服绝对不是我们弄坏的。哎呦，你们黑不黑弄坏我新买的裙子？彤彤姐姐，你不要生气嘛。全世界最强的彤彤姐姐，不要生气嘛。全世界最强的彤彤姐姐，不要生气嘛。董奖，董奖，很漂亮。董奖，董奖，很漂亮。彤彤姐姐，你董奖。哇，谢谢。你穿这件衣服也董奖。哇，谢谢。萌萌，你董奖。这个不用说，大家都知道啊。黑不黑？黑不黑？是不是？黑不黑？黑不黑？是不是？毛毛，黑不黑？你弄坏我的裙子啊？那小蜜，黑不黑？你弄坏我的裙子啊？不是。那到底是谁弄坏我的裙子吧？小蜜。董奖，黑不黑？玩具客家话学起来了吗？阿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300辆。